家里来了客人，万不快来见过你林妹妹呀！去见过林妹妹啦，林妹妹。了，何人见过嘞？我见过，看起面帅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也卖你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以后谁也去嘛，也就和睦了啊！是啊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来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这上过一年呀，认识几个字？哦，江明，名唤带牛。不是，不是。好，我说妹妹子，我这平平两字奇妙啊！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估计咱们通考上是西方有上明白，突出完美之末。看妹妹眉间这错，取这个字起几成美呀！这怕又是多算的呢。哎，是了叔叔多算的也他多呢。哎呦，你听听，真聪明啊！哎，妹妹，你有肉没有啊？我没有肉，你能和牛给是件稀罕之吧？岂能身上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？身体高下不知，万事灵不灵？我可不要这东西！哎呀，朋友，朋友，孽障！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去甩你那名分哦？家里弟弟妹妹多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怎么去嘛？今天来了生气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朋友，快带不要朋友啊，兄弟，我不要朋友，当心你给是他好。